我相信国民党的党员眼睛是雪亮的，耳朵是清楚的，大家都想国民党要再站起来。我没有选票，但是我会给志强最大的鼓励。待会我要到高雄去，每一场我都要告诉国民党的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支持一个非常优秀、善良、正直、宽厚，因为这三个是一个政治人物必备的条件啊！没有了这三个，不是政治人物，叫政客。民进党很多政客了，国民党不要再有政客，好不好？国民党只有把皮鞋丢掉，把西装丢掉，好好的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，好好的听台湾人民的声音，好好的苦民所苦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结合民众党，把可恶的民进党这一个怪兽赶下台，好不好？我很感动，你们今天拿了这么多我的牌子。这个牌子的照片。离我现在已经快要30几年了，我毫不避讳的跟大家说，高金素梅网路啊。